疫情是没有国界的防疫不分蓝绿也不分国第二个，要先自助才能够助人。总统，您刚才有提到说我们要加入 WHO 呢，那包含就是有一些跟我们比较友好的国家，那像这一次包含是日本的这个首相安倍晋三，还有这个加拿大的总理都已经发声了，这好像是第一次有着领导人站出来替我们这个发声，那您怎么看事情？我想在这一次的武汉的肺炎的疫情让世人充分的理解到台湾在防疫的这一件工作上面的重要性。那么台湾人也有我们对于健康的诉求所以我们是很感谢主要的国家，比如说美国、日本、加拿大都愿意公开的表示支持台湾加入 WHO，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我们也感谢这些最近在这一段时间来发言支持台湾加入 WHO 的那些国家那就从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的案件看起来，台湾确实是在防疫的底线，那是有很大的需要成为 WHO 的一个参与者，让我们在防疫的第一线上能够发挥我们的功能，同时台湾人的健康才能够确保。好，废话。总统、副总统好，我们想要请教，因为为了让台湾的这些防疫物资不会缺乏，我们现在口罩是禁止出口的。不过，艺人范玮琪却批评说台湾的官员是狗官，不晓得总统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讲法？最近来口罩的这件事情引发有一些不同的论点跟不同的说法，甚至于一些情绪那我有几点说法第一疫情是没有国界的防疫不分蓝绿也不分国第二个，要先自助才能够助人。我们全力做好国内防疫的工作是我们的最优先行有余力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那防疫相关的规范，我们都应该要注意跟遵照我们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引我们不需要在无谓的地方上争吵。那么面对疫情，我们应该要团结一致，通力合作，才是我们国人同胞大家共同的责任跟应该做的事情那我刚才在说明的时候呢，也讲到我们必须在现在的这整个防疫的阶段呢，大家还是要保持正常的生活但是我们要谨慎的防疫那戴不戴口罩，要戴哪一种口罩要看不同的情境那就像陈副总统所说的接触到的病的风险越高，就越需要戴口罩，这也是优先顺序的地方。所以我要请大家遵照我们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引那我也请我们指挥中心加强宣导您刚才提到说很关心滞留在中国武汉的台湾人，那因为中国国台办日前有说，就是我们说跟他们有沟通，他说这个与事实情况不符，所以我们目前跟中国的沟通管道目前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么因为这个解救在中国武汉的台湾人好像状况有点卡关，那目前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谢谢。这个事情呢，我到现在为止呢，我只能跟各位讲，我们还是试图的用各种管道来沟通了。好，谢谢。